今仔日10月27是世界影音遗产日，今年也拄好是国家电影厅视文化中心做数位典藏修复业务的10周年，特别举办修复成果发表会。今年计共修复10出的电影，这台机片就5出。其中上届重要修复成果，就是这林福地导演的台机片《夕阳西下》加《琉球之恋》，是这中心对美国找回来重要作品。 国家电影中心一直拢真拍拼，在做影视资料的典藏保存和修复。10月27是世界影音遗产日，今年也拄好是中心所谓典藏修复业务的10周年，特别举办修复成果发表会。今年度计共修复10出电影，其中上重要的就是林福地导演的台语片《夕阳西下》和《琉球之恋》。较可惜的是，目前敢若找到华语配音的版本。文化部和国影中心嘛答应要甲中心配音做台语版本。咱是第一期的彩色片的台语片，应该甲还原倒来，配音配倒来台语的，吼。所以真正在做。啊，拄啊，咱迄个王市长嘛讲，所以开始要来 casting， 要来找南国伊登高一夫，咱迄个用咱即个上优美的台语的方式，吼，来甲还原倒来。 林福地演过拍电影上无到60出，后来虽然一部也用要找无。2019年，以外伫美国旧金山老戏院戏台卡找到是用西下和琉球之恋的copy带，公影中心甲做数位修复，佮邀请导演林福地和当年的演员周游来到现场。那大都会修处，敢修了，所以我的戏，林导演的戏都在那儿冲，所以他的戏也没有啊，都没有存在。 台语片最后的2部戏，所以不知道好不好看，我都没有看过。我家己就惊讲，我迄阵到底是安怎拍？影音修复毋但是和时间走相约的比赛，也修复侪影视工作者当年的梦想，嘛，互咱认捌家己的历史文化。公影中心自27至29办一系列的活动，其中就包括夕阳西下甲琉球之恋，要邀请民众做伙来看台语片时代的珍贵资产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、新北报道。